今日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引起红海飞机、结盟的青年运动，昨搁再射飞弹攻击一只货船，结果造成3个船员死亡。这嘛是青年运动第一届攻击红海商船有造成死亡的案件。 货船因为去互飞弹击到导火烧起来，印度海军派员协助拍火。这是一只挂800多国旗，是赖比瑞亚的，由希腊公司经营的货船“真实信心号”，设立伫亚丁湾的航行途中，去予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飞弹击到。青年运动承认发动这届的攻击，佮讲这只船寄出警告消息，所以发射真侪粒飞弹攻击。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ة ترو كونفيدنس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خليج عدن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حرية المناسب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青年运动伫声明中指出，真实信心号是美国船，不过美国是讲，这只船甲美国无关系。货轮去互飞弹击到了后，就火烧起来，至少有3个船员死亡，也有6个人受伤。真实信心号载运更载甲货车由中国莲芬港开往沙特阿拉伯，船顶拢总有20个船员加3个武装警卫。货船击到了后，就火漂流，船顶的人已经跳船。这是青年运动为了支持哈马斯攻击红海商船以来头一届有人员死亡。 美国国务院批评青年运动的粗鲁攻击，无顾当地窜过红海的无辜百姓的安危。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 Houthi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ttacks, which have not just disrup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not just disrupt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just endangered seafarers, but now tragically killed a number of them. 青年运动已经对伫红海活动的商船美国甲联军海军舰艇发动超过45架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行动，其中大部分互美国也是联军驱到蓝马扎，也是落入水中。这届头一届有人员死亡，代表青年运动对红海船只的攻击明显有升级。都亲像英国大使馆所讲的，地面的攻击恐惊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定为人编。